救国团长期培育青年的发展，透过各种青年公益的活动，甲着社会服务，为青年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，具有社会责任。伫个青年节进前，嘛特别举办优秀青年的表扬大会，透过产官学各界的推荐甲着评选，今年总共选出社会优秀青年23位，大专优秀青年有9位，高中职21位，以及各中优秀青年9位，总共62位。上好伫个议会2楼国际会议厅举行颁奖表扬。救国团那有种社会需要、国家需要，当然我们还会一本初衷，继续为社会服务，继续为青年服务。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的肩膀要有扛负责任的这个力量，我们社会才能够进步。国家是我们的，社会是我们的。我们希望各位青年朋友好好的向前一步，让社会能够更好。欢迎你们来到台南市议会，也再一次的谢谢救国团给我们这个荣幸，让市议会能够被更多的朋友认识，让我们的场地能够发挥更好的功用。今天下午呢，包括我们跟市长的会面，那嘉珍也是很荣幸能够做这个平台，让大家了解市议会，了解市政府。当然也由衷的寄望，在救国团很多我们先进好朋友的全力支持之下，我们的青年才俊们能够更积极努力的参与志工活动，参与社会公益，把自己的长才奉献给这块我们都很热爱的土地。现场包括议长柯丽丽、议员王家珍以及这位产官学的代表，嘛拢到场致意。其中社会优秀青年南方集团的郑成坤，嘛将代表台南到全国来接受表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